大量一间饲猪场逼出非洲猪只花枝病例，农业部下令全台湾禁止运送，禁止台猪5天也袂当用喷饲猪。中央前进协调所今宣布，马太安溪房山潭解除红色警戒，调降做常态警戒，救灾协调所也会转型。成功人寿早起宣布讲，把这保证金含成本摕倒转来，愿意和市政府合意解约 T1718地上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2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台湾的边境防治这非洲猪只已经7年啊，想袂到农业部伫今仔日宣布，这台中5车一间饲猪场出现着非洲猪只花枝病例，这死去的猪仔是验出阳性的，饲猪场出的195只猪拢爱改灭掉，详细检验结果也搁爱等待。农业部也宣布讲，今中昼12点过后呢，全面禁止运送猪仔，也搁抬猪仔5天，也袂当用喷来饲猪。防疫人员全副武装，甲需要预防性补塞来195只猪仔吊挂上车，猪舍必须全面清空。这间伫台中5车饲猪场，本地是饲差不多300只，但是车閘出现死亡，受以研判是肺炎，替因投药治疗。所伫后端化剂检测的时阵，发现讲到20加起来已经是117只。动保处较紧伫20采样，过灯工的尾阿嬷检验出是非洲猪瘟特生阳性。这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只第一次检测到病毒核酸，那个厂已经清除了。第二个，全国的禁运禁宰5天；第三个，禁止厨余养猪。接下来的5天是非常关键的。风度疫情扩散，农业部宣布全国禁运禁台5天，禁止用喷来饲猪。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规定，本土首发案例爱做病毒的分离才会当较紧。兽医所表示讲，较短嘛需要4天，较长爱21天。初步研判病毒拄有定做的现象，和越南的病毒真相同。相似度是比较像越南的第1跟第2型的重组株。专家强调讲，这病毒不是人畜共通的，对人无影响，但是对猪只的威胁真大，因为伊的病毒量真大，嘛会当存活真久。呼吁猪农千万莫惊吓，乌白煮疫苗，即马国卡确实做好消毒，才生物安全的工作。感染到非洲猪瘟的猪只，它的血液1cc就有10的9次方的非洲猪瘟的活的病毒。血液如果在野外腐败之后，它可以活15个礼拜。疫苗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重组病毒的。另外，猪车采购无法度交易，农业部讲会甲冷冻猪肉提出来供应无问题。都有库存1个月的使用量，应该是可以足够供应目前的需求。目前技术案例场4公里3公里的猪仔场，一个停饲，一个是管制，拢无正常的死亡。防疫单位嘛，针对捌出入案场的车来开始疫调。对即马开始台中市雄死亡的猪仔，敢若会当伫当地分化，袂当外送去其他的县市。针对出口猪肉，伫厘清疫情进程，农业部表示讲，即马敢若会自主处理，袂去出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饲猪场，逼出着这非洲猪只花枝病例。中华民国饲猪协会就讲，这防疫的空芳真有可能就是喷，还有政府就要管控，为着要防止这疫情摊开呢。中华已经下令各乡镇袂当用喷饲猪，而且咱食剩的这个喷呢，拢爱送到焚化炉烧掉。过来出现非洲猪只疑似的病例，农业部赶紧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也强调各个非洲猪只案例出现时，基本上拢是由喷所引起的。在为了保护我们台湾的养猪产业，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切断感染链嘛，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最可能性的就是这个感染链先要切掉，我们才能去厘清其他的讯号。农业部管制禁令包含全面停止用喷来饲猪。因若中华民国饲猪协会是讲，即摆非洲猪只虽然属单一的事件，要我若是无法度有效来管控，过来饲猪业可能因此崩盘。即摆所有传出疫情，可能甲用喷来饲猪有关系。感染源是来自境外旅客无互查到食物。就是车多贵啊，就是边那落落去，猪仔车都丢掉死啊，那爸爸所谓的，就是爸边是吃腊肉，烟前吃不了，等那个猪仔车多就丢啊哩。为着防堵疫情，全台饲猪第3大关的中华已经通令各乡镇市公所，除了全面停止用喷饲猪，所有喷拢一律送往焚化炉烧掉处理。有喂养厨余的这些业者，本来就是我们都有经常性的管制，我们都有名册。这个我们今天已经通知他们，不可以再
用厨余来养猪。彰化县府讲，学校营养午餐会使改用 CS 标准的冷冻猪肉，也是其他蛋白质的食材。不过，产鸭的业者讲，未来这个喷的处理也是大问题。而且2年前这部分，已经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啦。但民众认为，猪肉内原也欠缺营养午餐会使改菜单来应用。虽然即阵全国焚化炉也使应付烧喷的这个量能，不过加强源头管理来减少喷也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灾情，讲到这大水雨无停歇，北部也传出着灾情啊。这台铁并溪线已经是连续3天停驶，而台铁有派人去巡，发现讲这领卡车头呢铁基路落机柜的空气，等于讲是有100多公尺铁基路伫咧半空中，已经派专家去了解情形啊。另外呢，阳明山的青山路101巷下晡也有土石啊放落来，拄好有民众驶货车经过，或者土石啊弄过去，冲到路边。加在是无人伤亡。铁基路边仔的边部光秃秃，大片土石捅出来。向前详细看，规条铁基路下面土石会当讲消失。铁基路挂伫半空中边仔的路边围篱也规个冲海。咸片周边发生伫台铁边溪线领卡车站附近。台铁既然干部处长官加专家，伫下昼紧急去现场会勘，受到电子大水雨影响，台铁边溪线为20度停驶到今，想要到22。台铁人员巡查，搁较发现铁基路下面边部处大约30公尺，路基流失100公尺。看研究看怎么来复救，那这个部分要等天气好了才能够动。另外，北市阳明山江山路101巷发生大片土石放弃，有民众赛车受阻碍，搁较有人当下伫山坡顶看到大片沙石连落来，一台小货车和土石流冲到沙围，行到被害。大雨也雨既然，高架乡52驾驶地水淹过道路，货车真细里咧驶的民众也寸步难行。会啊，你安尼过一路南米路含厝的拢入去啊。宜兰金江村大江一路雨水下袂赴路边水沟全满，规个路边拢淹水到骹步的宽度，路桥下面尤其封锁线。都是将车调掉，才甲封起来啊。安尼吼，行车安全啊。当初和清水公园更加是水差一点淹伫建筑物内底，就连水冲捌水啊，因为游客无法度行到最近的所在，先画暂停，好比少人真白行。昨天开始累积到今天的一个降雨的话，其实在台北的一个山区已经是将近900毫米哦。那甚至如果是从20号开始累积的话，整体的一个雨量最多就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山区都已经有超过1000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气象署分析，拜三暗到拜四，东边低压继续往南刷，要注意花莲一带水汽可能发生局部大雨，一直到拜四暗到拜五透早开始，北部落雨会出现减少的趋势，相关防灾务必也是要当疏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受到这届大水雨影响，伫新北市有201件灾情通报，其中17个山区着水崩山，伫咧中清路和北联路一寡路段地基拢空气，也有一半的车路规落落去。我伫咧山脚边的空灵街呢，也有这土石放落来，甲车道顶掉的。住伫咧山脚边啊，这住户也赶紧甲疏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通往老爷山庄的这条道路路面塌陷，地基流失，出现一大片的缺口，甚至摊方的大量土石更冲刷到下方道路，阻碍通行。规个社落的土石土煤，加在地社区主要连外路塌掉咧，大范围放落灾害，也予中清路部分路段一半路面差不多拢漏了了。新北市17山区灾情是一波算一波，当地住户对外交通更加一度中断。本来2条路，一条土石崩落，就是现在在清的，3天清不下来了。另外一条路呢，是因为有路树倒塌，淹水淹的高度大概60到80公分。受到大雨侵袭，树仔倒去，淹水土石流灾情不断，相关路基落空。北联路3段也发生大面积土石崩落，道路一边拢崩落去，现场用防水线救起来改变。那山区有灾情，并且状况也未少。10年都没有坍方过，上面本来有一个凉亭哈，全部都坍下来，谁知道这样子？规涂骹四个拢烂土煤，但机械继续伫清理。可能过这个冻土壁崩落来，土石冲到大路顶面2户徛家，强要出来啊！离边瀑布到2公尺，场面是真惊险。住户已经互赶紧疏散，不过现场部分车都封起来。上下班时阵有未少车，造成交通是大拍夹。
混凝土块铺设完毕，帆布把它铺设完成，大约预计在晚上，我们希望能够恢复双向通行。我们初步评估是没有影响。好，那不过我们后续还要再做一个相关的确认，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让住户再回去。受大雨影响，14至少至少36件的灾情通报，统计到2日下晡2点，新北市全部灾情有201件，尤其是以树仔倒去、土石崩落，也个淹水时占前3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公路这马太安溪下骹的崩山潭，昨暗水有流出来啊，水也淹过着这马太安溪桥的临时便道，也因为早起爱先清一挂的土沙坡都通行，一直到中昼12点才会当行。另外，这救援工作要满1个月啊，中央前进协调所今宣布，这马太安溪崩山潭解除红色警戒4大要件已经达成，会调降做常态警戒。这救灾协调所也正式来退场，会转型做中建复原汇报。这里是马滩溪桥临时变道，昨天晚上因为溢流水一度淹过路面，后来水退了，目前工程人员正在清理基土。2日早起，真侪民众唔知影马滩溪桥临时变道封起来，也是开车去，一直看到告示牌才知影，只好驶路，也造成这个真危193关道一度塞车。会多个40几分钟，不方便。那碰到这个灾难也没有办法。赶快恢复，我们比较方便。因为那193要绕一大圈呐，才变成这样去啊，所以很麻烦。为了避免民众交通不方便，工程人员赶紧抢通马滩溪桥临时便道，伫中昼恢复通车。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莲成功利益的大水使用条件甲检验，因检验疏散撤离，也有爆发甲便道，加在桥爆发一个暗港拢无受到影响。这个便桥可以抵挡住60万吨的水下来的力量冲击力。昨天晚上是2道洪峰，啊，那第1道冲下来的时候，还可以接受，到第2道更高，溢过这个便桥。重点就是说，你的桥还能够停在那个地方，没有被冲毁掉。林保署2日早起上新监测，马滩溪崩山湖水位高点1019.6公尺，下游坡度平稳，水位稳定。伫评估解除红色警戒4个条件拢已经达成标准，所以讲正式调降真多常态警戒。昨天的这个堰塞湖的确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小小的检验，我们的工程是的确可以接受考验的。现在我就特别的宣布，我们马太安溪的红色警戒降调为常态。另外，这个崩山湖要处理困难度原不哩大，也伫密集讨论可行的工程解决方案。也若讲好7摆重大灾害，也和中央前进协调所伫当地迅速开设，到即阵只要满1个月。总协调官桂莲成功，任务也过一段路。前进协调所伫2日退场，转移到灾害复原中间汇报。不过9大工程分组会相助花莲。任务达成桂莲成，互家己表现拍80分，也点名国公家之间的合作是真了不起。伊讲就算心肝放袂落，也毋过工作也是爱藏落来，交互接手的人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咱人看到中部地区虽然落雨唔是介明显，不过风是真透。在台中市北区5权路中央市场当来做活化工程，下晡煞发现讲这用价规片倒落来，有骑奥多派民众来受伤。另外，拄经受好势新光三角中港店外墙也互物件割掉。若讲到这混入的落水溪南花，这几工仔呢，拢是风背营野，台东的花东唱国含落叶也拢是风背沙，民众生活受到影响。车驶伫台中市北区的5权路，但这栋建筑物的用价煞熊熊倒落来。告诉规个惊到头前一台白色的车和奥多拜拢互压到，一个骑奥多拜的轻伤较紧送病院，事发现场是乱七八糟。台中市北区5权路和德兴路口的旧中央市场，市府的活化工程当在做拆除作业。日下晡2点左右，用价技术是因为风收头熊熊倒落来，伫倒落来了后的范围差不多有100公尺，嘛甲规个北向的车道拢占掉。刚绿灯起步嘛，对，所以路上行走的车辆还没有说很多。昨天、前天开始，像今天早上，我们都发现风真的非常大。也复业无偌久的新光3月中港店，外壁围幕嘛出现破损，因为风收透，外壁技术互扣起来的物件肯定受损。另外，高铁台中站嘛，互玻璃门封扣甲破去。高道1号外中华交流道车道顶悬的安全标记嘛，有一半挂伫南下的车道。受到低压带和东北季风的影响，若是台中市区口透风，海上的地区阵风嘛有10级。温林的落水溪南花阵风高达11级，嘛互落水溪的水尾淹蓬蓬。你溪底迄规路
芦苇还未发觉到，所以北风靠来打，伊就是会飞起来啊。因近期浊水溪水位逐渐下降，滩地明显浮现，裸露面积约达400公顷，加上近日无降雨情形。台东避南溪河床嘛，因为丰收头出现大量的风沙，花东纵谷含鹿野市区规个大忙，毋若使车看袂清楚，空气的品质嘛明显变歹，规个台东市区拢是烟蓬蓬。前气象局长戴明典指出讲，虽然讲强破效应无去啊，但亲像这种天气，未来是阁会持续几啊天。海峡的北边开口比较大了，我们以陆地的距离来讲，从北边下来的风在这一段是会至少是持续或者是加速哈。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边的沿海风都会很大。戴明典指出讲，中南部因为地形较欠会当查的所在，造成风力的影响较明显。除了爱注意透风，嘛爱注意影响台湾的低压，接落来敢会进一步来形成风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搁再传出这幼稚园有不当管教事件，有2位家长委托机关出来指控，讲一间非营利幼稚园的老师会甲囡仔拍尻川、拍肩坎。这间幼稚园含真正出代志，迄2间拢是同一个负责人。教育局也已经宣布，含其中一间幼稚园停止委托契约。进去，然后呢，然后他就打我。查甫囡仔一句一句讲，互老师用册塞入去衫内底，佮拍胸坎的过程。查某囡仔是直接做出拍尻川的动作，家长是艰苦佮受气，走去报警，甲民意代表定情。打他的屁股，那有造成伤势啊，然后家长也有去验伤。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扯，就是他让小朋友隔着衣服里面放进书本，然后再用手去打小朋友的胸口。他说，只要他跟妈妈讲，他隔天又可能再被打。然后同一老师分别拍胸坎甲尻川，涉嫌不当管教。代志发生伫高雄林园非营利的幼儿园，4家的负责人。伫林园有2间幼儿园，半个月前嘛去用投讲，有一个主任4个教保员分别涉嫌性骚扰、体罚、拍囡仔这行为。民代讲，这集团进行得到发生过6件不当管教案。小朋友有可能他去撞到、跌倒而产生了身上的一些淤青或什么，我是希望家长端或我们园方端彼此双方做事情的了解，我们还是勿枉勿纵。中云非营利幼儿园发生违法对待幼儿情事，严重影响幼儿及教保人员权益，依非营利幼儿园实施办法规定，立即终止委托契约。负责人讲，愿意接受调查真相，不过6个受害囡仔的家长已经提出告诉。教育局讲，6个牵涉不当管教的人员拢停止调查，要了解受害人数甲具体的状况。若是查证事实，依法上当会当罚60万。该个行为人，而且一世人袂当搁伫教保机构服务，幼儿嘛可能会用罚减少、停招、停办，也是废止设立的户口即寡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旗山的旧街啊，有一间40年的碗粿店，互民众翕到讲，这个头家呢摕棍仔伫咧击杀猫啊。动保处表示讲，头家行为确实是违反动保法，会依法解罚。另外呢，这3只猫啊也会送到病院安置。代志爆出来了后，有民众真生气，就走去这碗粿店，甲这间店面牵鸡卵。一个查甫人开伫门口举棍仔对关伫个笼仔内底猫仔一直吐，甲猫仔吓惊甲哀哀叫。那安尼，这个查甫人佫举棍仔哭甲大细声，甚至佫讲猫仔，这行为拢互录影打去网络。民众讲，这个查甫是旗山老街一间碗粿老店的头家，伊定定经过这，毋过大概2-3个月，就会看到无共的猫仔，会感觉不单纯。有时候我发觉到它的笼子里面的猫咪，好像都不是很大，然后就换，不是很大就换。所以我也一直在怀疑，但是苦无证据。棍仔讲啊，甲拄安尼，迄敢若囡仔咧哭安尼，咱会讲心肝头，感觉讲不忍心啦。40年碗粿老店头家涉嫌苦毒家己饲的猫仔，消息传开引起真侪民众的愤慨。头家虽伫面册升入错误过失礼，不过日饭店有民众未堪入去，走来牵鸡卵。老店早起无开门，规个门口拢是卵壳。警方表示，牵鸡卵的行为已经违反社会法，会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另外，动保处讲，目前3只猫仔拢经送去病院观察安置，头家的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将会依法处理。现场有3只猫，饲养环境不佳，检视猫只它并无外伤，
已将猫只带至合约动医院留置检查及观察。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2款规定，最高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处以新台币12000元罚款。警方呼吁民众爱保持冷静，唔通有违法的行为。动保处强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猫仔受害，会持续追查。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仓报道。成功研修今仔日临时召开董事会，决议授权董事长为保升。那准许台北市政府愿意幸福成功研修已经付出去的成本，因着愿意和台北市政府合意解除地上权契约。台北市长邱万安暗头有回应，讲会赶紧来和成功研修沟通。开在台湾总部有意进驻北市区T17、T18基地，也毋过台北市政府甲成功研修含伫地上权契约前期，一直无法度达成共识，即马出现转机。首先欢迎魏宝生董事长。新修伫临时召开董事会做出重大决议，表示主动化解死局，以国家公益为先，授权董事长为保证伫北市府同意还和新修已经支付成本的前提之下，甲北市府合意解约，和回台进驻。包括我们的成本，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容许我把金额的部分先有所保留。律师也认同我们这样的看法，好，认为说我们这个时候来终止这个契约，对公司不会有这个背信之疑。为保证唔茫回答会当顺利落地，对外界积极新修有道理甲补偿问题，是强调袂向北市府请求未来损失的补偿。那北市府提供补偿金会捐出来做公益，新修提出的善意，表态愿意甲北市府讲分手。台北市长邱万安暗时出面回应，向新修表达多谢，让他们知道目前我们盘点的各项适合的土地好的情形是如何，让他掌握。那接下来，因为新售今天傍晚在召开记者会，那他提到的几点，我想我们当然接下来很愿意尽快坐下来和新售谈合意解约的细节。他们付出去那一些设计的成本到底是多少？那这一个可能还要坐下来再来这个协商。针对新修要求下的成本金额，李书川表示需要双方坐落来讲。另外，北市府顶日已经将备案交予回答。除了T17、上南野区，也有真侪无建工的土地，传出是新竹美段43地区，目前是学校用地，所有权人是台北市教育局。回答最后会点伫倒位各界继续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查甫艺人闪做兵的案件 ，Energy 的成员昆达今仔日登来到台湾，随后检方带走，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先后是50万交保。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讲112年役男免役率有16%，那看这健保资料无可能遐尼悬，未来会启动修法，配合着役男健保就医资料来做比对。头地棒球帽啊，面对镜头开嘴讲多谢，其他的都无愿意加讲。男团 Energy 的成员昆达涉入闪做兵的案件，本来伫加拿大出外境，港团的成员透露随飞登来台湾。除了打算面对错误之外，没有说别的选项。他非常的积极，马上就订机票，我也陪同他返台。昆达一对候机释出来，警察随提拘票过去，检察官当场拘提到案，警方甲押登去永和警分局。昆达到案了后，承认讲开钱伪造高血压的资料来闪做兵，所以来移送新北地检署，先拿50万交保。接下来好好负完该负的责任，然后全力面对配合调查。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演艺界第3波闪做兵的案件是持续烧，内政部长刘世宏早起讲，有113个人涉案，至民国112年役男的免疫率有高达16%，对照健保根本就无可能这么悬，嘛对比南韩、新加坡的免疫率敢若5%，所以即马要来提悬免疫的条件，体位判定的标准要加严，役男的 BNI 达伫15到45之间拢爱做兵，高血压爱到心脏器官有实质出问题才会当免疫，无第36代爱改做替代役。平常的时候血压都正常，那为什么要征兵检查的时候血压突然窜高？哈，那这个部分呢，譬如说国防部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他有这种状况，提出复检的时候呢，可能要求他住院，好，
让他知道说他是不是刻意去吃药。刘世峰表示讲，体位判定的新制按算明年4月上路，未来体检会配合疫苗健保看医生的记录来做稽查。另外，艺人开大资助假病历来闪做兵，过去大多数拢是罚金立立的，都无代志啊，造成社会观感歹。调也针对替代役实施条例提出修法，甲上加刑期定做6个月，协助逃兵。主要整个大方向基于这个兵役的那个公平性来讲的话，我们是站在支持的一个部分。刘世峰回应讲，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是国防部主管的，现在的修正因和国防部是采取同款的见解，对这国防部表示支持，要开始来下部会建议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今年3月开始施行3班护病比，6月有发5.47亿的奖金。不过，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就讲，发到打3个月啊，问题一堆，上百间病院无去回应卫福部调查奖励金安怎发，甚至有一寡病院呢，把这条钱摕来修理天棚、买便当、买饮料，无专款专用，已经违规。卫福部表示讲，已经伫咧查，病院也讲愿意家这的钱呢，拨回去予护理人员。大病院护理人员真无用，为了改善护理人力问题，卫福部今年3月开始实施3班护理甲病人比例，并且发奖金予达成目标的病院。不过，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反映，部分病院出现不当使用奖金的状况。天花板漏水的修缮，拿去购买护理师的制服，拿来做会议便当。我们很好奇，医院这样子使用纳税人的钱，这个3班护病比奖励，真的会有助于护理师的回流或者是留任吗？工会一直在强调的3班护病比必须要入法，强制实施。根据3班护病比例达标病院奖励计划规定，奖励金应该专款专用，依照各病院做差异性留任做法，并且伫依赖主动公开奖励金分配方式。有部分基层护理师批评，病院方面奖金发放不清楚。我们的目前有公告出来的资讯啊，他们其实是有包含了基层主管，就是一般护理长的奖励金的一起的那个发放钱。那这个钱到底是从那个2300多万块是怎么样的去计算，怎么分出来的？那到目前为止，至今都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另外，根据工会调查，114年达标奖励金发放到即阵3个月，有超过上百间的病院无写卫福部调查的奖励金发放方式，更有病院是摕来收这天棚、买便当饮料。对此，卫福部是开始介入调查。是目前还在调查的话，至少有2家。每个个案，我们的优先就是会先等于是辅导跟督导医院。卫福部解释，这要病院奖励金也未写，也是写甲无清楚，会要求这病院尽紧来说明。另外，对着奖励金错误使用，上严重会使收回奖励金。强调已经甲2间误用奖金的病院沟通，院方也讲会甲这个奖励金保护护理人员，另外继续来调查，确保奖励金正确用途。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发布2025产业移工这场经验调查报告，这调查显示讲，移工上开关心的就是敢有准时发薪水，也有公平休假制度。劳动部讲未来会继续扩大政策，照顾劳工的权益。I was 7 years working in Philippines, then I decided to go to Taiwan. 影片的主角是菲律宾的移工，伊为着饲囝来台湾做工课。这是纪录片《供应链之歌》，由主角亲身分享伫台湾的工作经验，希望透过影片，让社会看到移工的困境和打拼。另外，也有民团发布2025产业移工这场经验调查报告，针对公司敢有照实发薪水、敢有清楚休困制度和健康保障等的5大方面去调查。他薪水是有给，加班费也有给，但是他强迫我加班。如果我不加班，他就有惩罚性的措施。那里面其实有员工也有讲，就是说不要把我们当机器。兵团指出，根据调查，移工希望会当改善的部分，也有包括加班过劳和爱改善工作环境，也有职场霸凌等等。希望政府和企业会当落实真正的平等。劳动部表示，伫咧今年有计划要加强上机中心的服务，要让移工更加了解伫咧工课上应该爱有的薪水和福利。嘛表示，移工若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会当靠1955专线来申诉。去加强我们的双语的一个
服务提供。那这样子的话，移工的话，他也会比较能够知道说，哎，其实我到了这个双语的服务中心之后，我可以知道说我想要去的地方，然后有没有就是工作机会。那这个工作机会的内容，不管是他的薪资啊，或者是福利的部分又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协助他做选择。针对移工的心声，民团呼吁政府劳工部应该分国籍，移工的劳动权益嘛应该爱受到重视。劳动部表示，未来继续扩大政策，也会针对这份报告来了解改善移工的困境和需求。记者担心东正准由台北报道。外送员希望政府定出这外送员专法已经呼吁真侪年啊！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今仔日排审专法，在野立委就批评讲，这民进党政府执政9年，虽然无立法，也那劳动部长洪新汉是强调讲，会提出行政部门的版本，按算2-3个月后来提出，希望会当含在野党的版本做伙审查。这几年平台经济起来，不过外送员的劳工身份无明确，无达至劳基法保障，甲平台报酬甲停权纠纷常常发生。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国民党调会支持排审专法，那被立会甲党团提出2个版本，提供讨论审查。提案说明时阵，那被立会是一直批评，质询的时阵，佫要求劳动部长洪新汉表态支持立法。有听到你说，事实上法制化的已经启动了程序。那你说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我们目前其实进入到最后阶段了，那可能最后因为还要包括预告，还要有一些法制的作业的程序，我们可能需要2到3个月。在野党议会质疑外送员无适用劳基法，和劳动权益保障、申诉权益真简单都无去。洪新汉既然表态支持立专法，就要讲会到做会到。昨天晚上我们很细读你的报告，你讨论了好几个月修法，你也没写进你的报告。真的有一些法制作业，其实条文的内容其实我们差不多，可是因为真的行政部门会有一个法制的程序，比方说要预告，那这些相关的程序还是要走过，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好意思。定有机车外送交通安全指引哦。那在这指引里面呢，针对外送员发生超速、闯红灯等重大违规，要求业者呢应对其有相关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机制。洪新汉表示，因外送平台运作牵涉外送员、消费者甲店头等经济方面的关系，是跨部会分工合作的重要基地。劳动部一定会甲交通部等单位好好开会研议，提出版本。目前已经伫职安法认定，将外送员作业的危害预防改作适用，对平台更较负强制力。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这非洲猪这拖开，全国猪仔禁止运送、禁止抬5天，店家也拢赶紧来清点这库存。亲像屏东的万万猪脚呢，业者表示讲，因的库存量拢维持伫咧1个月。遐那高雄卖整猪排业者，早起是赶紧调货200斤，有业者是真无奈，讲若阵调无货就先休困。3、4个店员徛几排，独猪脚动作无停过，这是屏东有名的万巒猪脚一条街。虽讲是平常日，不过店门口也是有人伫排队。即卖因为非洲猪这事件，对23开始，中国猪排禁军禁抬5天，也就是讲5天无青猪排通经，何管使用青猪排的业者拢真紧张。有人是紧急搬点库存，增加叫货量来营业，某店家是做偌济算偌济。我有食品工厂登记证，我们基本库存量是30天到45天。你就提早讲，阮就提早准备安尼。啊，突然间的啦。突然间的。若无货就休困啊。阮是用迄种阮提猪肉，青青都会生都会煎的，你讲用冷冻的，啊人家食的若无欢喜，啊生理就流失去啊，系啊。啊，你若是正经讲哦，伊安尼佫延落去啊，你无猪排通用，你要安怎？我就可能卖鸡肉、卖牛肉，啊无就是卖笑啊。高雄这间猪排业者烦恼疫情若摊开下，毋若5天无猪排通卖，早起就先叫货200斤来炖。因为猪排是台湾人上接食的肉，一年会当食超过700万只猪。若有猪这对整个产业的影响非常大。虽讲非洲猪这病毒被传染给人，若是食到嘛无败害，不过消费者也是有顾虑。因为毕竟是要吃进去身体里面的东西，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担心。消费者恐慌啊，当整个猪价崩盘，你非洲猪若搁惊要蔓延，猪仔有可能嘛会死去的，因为
因为非洲猪伊没有药可以医嘛。南部地区是饲猪的重要产地，猪农上惊猪价崩盘。即卖南部各县市除了配合中央政策，也有来加强饲猪场、屠宰场的消毒甲管控，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摆危机。记者李新武、柯明哲、柯家族、邱朝阳南部综合报道。台南有机关亚讲呢，这中西区水仙宫市场内面呢，有人非法卖中国药啊。卫生局去稽查，说是查无物件，业者强调讲这药啊拢是家己要用的。不过这卫生局也已经送检查清楚成分了后，才看讲要来安怎处理。红色的布条顶面写陆姓帮事原益进入报道，佮提供通讯软体的考作。有传统市场的贩仔涉嫌非法买卖中国药品。民意代表详细搜证了，通报卫生局去稽查。卫福部没有许可啊？这个没有那个贩卖啊，这个自己留着用的啊。啊，你之前不是有卖那个酸痛药膏？没有，我没有卖过药膏。这个是刚刚才把它拿回来，我自己要用的。对啊，这里要卖的就是保养品啊，外面一堆，大陆卖大陆的东西一堆，外面很多，不是只有我在卖而已。贩仔否认在买卖医药用品，不过民意代表提出进前伫这个档所买的药品顶面全部拢是简体字，敢若标示品名甲使用的方式，无写使用目的甲用途等，甚至阁有单位有传单在推销养生课程，因阁分享健康在赚钱，哪像是直销在卖药啊？经检视该产品仅有品名及使用方式，未有标示使用目的及用途。卫生局已送卫生福利部做产品属性的厘清，如为药品将依违反药事法，移送台南市调查处侦办。摊商自用的话，那我们的助理会买得到吗？那他还有宣传的传单是用来拉下线的，说副业比本业更好赚。那林林总总加起来，我们合理的怀疑，其实他还是在贩售啦。卫生局讲，药品唔是一般商品，若无药商也是药局的资格是袂使买卖的。若是违法上悬，会当罚200万。针对传统市场、夜市啊这块所在，会无定期来稽查。另外嘛，提醒民众唔通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也是相信变远，较袂影响到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搁再出现蓝色猪类啊，即届是伫咧将军的青昆新线行盐埕头前，伫暗时真侪民众听到讲有这蓝色猪类出现，就随走到现场要看，真侪民众拢讲这个景象真稀罕。暗时一阵风透过来，盐埕的水面顶出现蓝色的光，现场民众看甲欢喜甲。这是台南市将军区青昆新的线行盐埕的头前，远远看到真出名的装置技术生命之树。这些民众听到风声只愣两当啊，佮出现蓝色猪类，暗时赶紧拼来现场看。去的时候大概10几20个人，可是越晚越多人，这是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而这2天，因为刚好东北季风狂吹，正好提供了绿光藻扰动的动能，所以说那个整个蓝色蓝光还蛮明显的。再加上这个出现的地点刚好是本区青昆山赛行盐田著名的景点生命之树的路上。所以更容易吸引民众前往驻足观赏。这个民众嘛，揸相机，把这翕落来做纪念。台南的蓝色猪类过去嘛，捌伫7股国姓港停塔海峡9北门的罗地沟出现，甚至因过嘛，伫市区安平的游艇码头出现过，造成轰动。有学者表示，其实伫台南沿海加减嘛出现这款现象。那将军家教授依照马祖研究推论，那就是夜光虫的关系。夜光虫的产生呢，是因为你将水进来以后呢，它让这个藻类成长，藻类它因为食物成长以后呢，它的就开始分裂，一开始分裂它会分泌一些东西出来，会让在水中的很多的结合子呢，最后的 gamete 就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像类似精卵的这个东西呢，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它们就繁殖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水它会一晚上就全部都出来了。盐埕海水和强风煽动有海涌，这嘛激起蓝色的荧光。现场因为光害较少，这回会当用目睭看到蓝色猪类伫大片的水域内，嘛互人学了大自然的奥妙。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政府今年搁再举办第2届台湾杯火箭竞赛，这届除了有高中组，搁再增加到大学组和社会组，要开放外籍学生来报名，邀请民众做伙来发挥创意，设计火箭。
火箭对天顶冲去，少年朋友替家己的火箭加油。去年头届台湾杯火箭比赛，吸引全国超过600位高中和大专学生参加，最后有15队进入决赛。因设计的火箭今年7月底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今年第2届比赛制度阁升级。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政府宣布，除了高中职1公里组，阁新增加大专3公里组和社会3公里组。有很多人，比如像我这个年纪，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合法的射比较大致的冲天炮，我们让这件事变成是完全合法合法合规。然后我想很多人还有梦想所以我们特别开放社会3族。国家太空中心主任表示，参加的团队爱家己设计斗火箭，推测系统统一使用太空中心提供的，确保安全和公平。今年有入决赛的宾科实中学生来记者会现场分享比赛的感想。因讲虽然今年表现了无介理想，但是第2届会阁改良火箭，一定要达成目标。把整个火箭的设计架构都搞懂明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火箭能够更成功的把它回收回来。每个孩子、每个同学都把他们所长在那个升空的那一刻完成梦想，真的是让人家太感动了。第2届决赛定伫明年7月，地点同款选伫旭海火箭发射场。学生组前3名有5万块的奖金，社会组冠军有10万块，佮提供材料的补助。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府邀请全国对火箭有兴趣的朋友斗阵报名参加。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英国原住民会用这鹿仔树的树皮来做衫，说因为真复杂，已经豆豆失传啦。台湾书展博物馆伫新庄举办6个月特展，合作拍树做衫，希望把这项文化会当完整保留落来。树皮超打。先把树皮较粗的所在卸落来，然后把规块树皮掀起来，用锤仔慢慢啊讲，真紧就会当变做一块布，专门咧做树皮衫的技术加工。这就要用1天的时间落去讲，才会当讲出一领衫。外口的树皮你家伊下雕，然后内底就较白色的纤维，就是真正咱要做衫的迄个布，迄个树皮啦。然后咱再用迄个锤仔，把伊的纤维迄个锤甲松起，然后伊才会变较快。艺术家指出，这种树啊，叫做鹿仔树。早期原住民用叶叶啊来饲鹿仔，因为树皮的纤维真耐用，会当摕来做衫、做布料，用水洗也洗袂歹去。不过因为伊的手工真复杂，即马已经渐渐失传。为着要保留台湾树皮衫的文化，台湾书城博物馆要举办拍树做衫的展览，展示早期原住民用树皮做衫的传统。在民国48年的时候，记录就已经很少了，基本上就是只有老人家的记忆才看过了。现在在做复振的，最主要是从都兰开始，然后全台湾都有一些都市族群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博物馆表示，特展会办到明年3月，有半年的时间，嘛希望未来会当透过艺术家的创作，加入染色设计的元素，变做皮包、装置技术等等，让这项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记者陈阿轩、谢桂玲台北报道。今年台湾国片累积到今，这票房已经卖7亿外咯，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成长26%。为了要提升台湾电影竞争规模和国际竞争力，这个文化部伫今年正式来启动大航海计划。有电影工作者表示讲，希望文化部除了补助，也着爱加强这名星的培养和国际制作等等。文化部表示讲，除了会增加资金补助，甲国片塞较国际，也会增加文化部优待活动，鼓励更较侪观众来支持国片。今年国片一出接一出，亲像动作片角头斗阵的，含96分钟的电影票房拢破亿，占前2名，也有恐怖片、纪录片等等类型真多。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今年国片票房高达已经有7.58亿，比去年同期成长26%。国片联名委员会表示，看到今年好成绩，嘛乐观期待后续国片的发展。也有电影工作者希望，未来文化部除了补助，也要加关注明星的培养和国际连接等等。其实我们从今年暑假开始，很多大片，包括像所有的国片陆续破亿了。然后真的泥娃娃加油，我觉得你可以破亿的。在市场中，你必须要关注的部分，可能来自于明星的养成，或者是国际市场的连结，然后或者是在其他海外市场能够
露出的一种怎么样去铺垫这些市场的过程，我觉得都很重要。为着要提升台湾电影制作规模和国际竞争力，文化部伫咧今年正式启动大航海计划。文化部表示，未来继续推动这项计划，打算资金上侪投入1亿，来甲国片杀到国际，也会增加文化部优惠活动，鼓励少年观众支持国片。最近我们推出一个大航海计划，最高可以给到1亿左右啊，然后如果可以国际合作最好，如果不能国际合作，可以把电影拍出来卖到国际也可以。文化部为着要促进国片的发展，对今年开始嘛针对纪录片来提供前期的制作帮助，另外嘛协助纪录片来做电影调查和题材开发等等。另外，文化部表示，虽然也有30出国片，嘛鼓励民众做伙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电影。记者陈心东、曾准由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月底呢，伫咧南韩要举办 APEC 峰会，想要到北韩说伫咧2向东海发射弹道飞弹，外界认为讲这就是伫咧呛声，这是李在明总统上任以来头一回。张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因为安尼改变行程，去听相关的报告。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2早起8点10分，侦测到几啊粒敢若亲像地顶的弹道飞弹，对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中和郡发射，向东北飞大约350公里，落伫内陆地区临时海上。幸好即阵也伫分析，这是南韩总统李在明6月上任以来，北韩头一摆进行这类的试射。时机是离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多国领袖到南韩庆州参加 APEC 峰会，敢若剩1礼拜时间。专家分析，北韩安尼做是要互人关注到北韩。川普有计离岛来到南韩，已经讲今年来希望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搁再会面。北韩官方媒体是讲，金正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放弃要求平壤非核化这个梦想。北韩这个月早前话表示但是因家己讲上强大打击范围无边际的新型黑漆20型洲际弹道飞弹。也伫日本度假当选首相的高市早苗也与北韓的試射飛彈改變行程，提早到官舍來聽取簡報。関係機関から被害報告などの情報も確認をされていません。しかし高市内閣といたしましては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に万全を期すためにただいま防衛大臣また外務大臣に引き続きこの必要な情報の収集分析を行うよう。高市早苗讲，无发现任何的飞弹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专属的经济海域。未来继续甲韩美两国密切沟通，并且共享及时飞弹有经资讯。也讲外交上希望尽紧甲美国总统川普这各国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国际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本地要伫咧匈牙利和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讨论俄乌战争。不过，即马呢，川普却是表示讲暂停安排，因为伊无想要了时间。另外，这欧洲和乌克兰等咧制定12点和平方案，希望罗西亚会当顺目前的战线停火。美国总统川普2月伫咧北京和记者问讲，为什么要暂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会谈？川普讲，伊无想要浪费时间。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d meeti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 of time. So I'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did all of these great deals, great peace deals. They're all peace deals, agreements, solid agreements, every one of them. But 为了要推上俄和谈，川普8月甲普京伫阿拉斯加见面，也阁无重大突破。川普最近阁宣布，计划要甲普京伫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希望会当结束俄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欧20为这件代志，甲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也阁电话讲煞，见面的计划就喊停。BBC 报道，罗西亚要求伤多，和美国认为川普无法度伫咧布达佩斯达成协议。也阁川普2月强调，无放弃做中人，会赶紧公布美国政府的做法。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on that front, on the war front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And we'll be notifying you over the next 2 days as to what we're doing. Did you hear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Did you hear something from the president? 川普顶礼拜伫咧北京，搁再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川普高再向乌克兰提供政府回弹，并且伫会后讲，希望两个国家会当原地停战。
真侪媒体报道，川普伫咧会谈的时阵，一直对泽伦斯基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放弃小长期的土地。现场气氛无啥好。拉夫罗夫日是强调，要互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的条件，一直拢无变过。包括乌克兰袂当有核子武器，袂使加入北约，北约也会承诺停止向东边扩张，而且互伫乌克兰讲罗西亚为民众完全的保护。另外，欧洲几落个国家正甲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12点的提案，希望罗西亚沿着这卖战线停火。根据提案的内容，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同意停火，并且答应停止向前3国推杀，所有被强制转移的乌克兰的囡仔将会转去乌克兰。双方交换政府，因为乌克兰也会得到安全保护加中间的资金，加速加入欧盟。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